你知唔知下嫁呢兩個字喺香港娛樂版係幾罕有出現？通常係反過嚟用嘅，話某個女藝人好彩嫁咗個有錢佬，高攀入豪門。但係今次唔同，今次係阿莎係手持5個物業，身家過億嘅樂壇天后，嫁咗個月入10萬嘅健身教練。10萬聽落去唔少，喺香港普通打工仔入面確實係唔錯。但係你同阿莎放埋一齊睇時，一個買樓買到有5間，隨時可以淨係靠收租過世嘅女人，同一個月出糧10萬嘅男人，佢哋之間嘅財富差距唔係一個數量級。但係阿莎就係嫁咗，仲係嫁得義無反顧，嫁得一聲唔響。講一聲唔響係因為呢一次英皇完全係事後先知。你要明白英皇係咩嚟？楊受成個王國出名控制，旗下藝人控制得緊，感情生活、公開活動、代言合作，全部都係公司層面統一排期、統一管理。以前藝人談個戀愛都要等公司點頭才可以公開，仲要砌好公關口徑，選定時機，鋪定媒體，然後才讓你自然流露俾大眾知。呢套做法行咗幾十年，但係今次阿莎係自己直接引爆，冇通知公司，冇等排期，冇問過任何人，好意就係開咗個社交平台賬號，貼咗張相公告天下。英皇係事後被動回應話：恭喜你話喺一間以控制著稱嘅娛樂公司入面，旗下一個藝人可以做到呢件事，係咩意思？係話呢個藝人早就唔係一般藝人嘅位置。阿莎喺英皇多少年，由細個做到而家，由青春少女做到43歲，由 Twins 做到獨當一面。呢段時間累積落嚟嘅唔單止係名氣，係籌碼。一個藝人喺公司入面有冇話事權，唔係靠把口爭翻嚟嘅，係靠時間、靠票房、靠佢離開之後公司損失係咩嚟衡量。阿莎而家喺英皇嘅位置，係公司冇辦法輕易得罪，亦都唔捨得放走嘅位置，所以佢可以跳過公關，自己宣布公司只能係跟住補鑊。但係翻去講 Elvis 呢個人，好多報道係用健身教練去概括佢，呢個描述冇錯，但係唔完整。林俊賢係某間健身室嘅共同創辦人，唔係單純幫人度身訂做練習計劃嗰種 freelance 教練。關智斌以前係佢嘅客戶，係私人教練級別。喺健身行業入面，佢係有自己事業版圖嘅人，唔係純打工仔。月入10萬係佢自己工作賺翻嚟嘅錢。但係呢一點喺阿莎面前係真係唔夠睇，唔係話佢唔好，係財富嘅量級係唔同嘅。阿莎嗰5個物業喺香港嘅地產市場隨時係8位數字嘅資產，佢每個月光係收租可能已經係普通人幾個月嘅人工。呢個係下嫁呢2個字背後真實嘅數字對比。咁你就會問，阿莎係唔係傻？一個過億身家嘅女人，完全唔計較對方嘅財富，嫁咗個細佢10年嘅健身教練，佢係衝動，係看走眼，定係佢其實係全場睇得最清楚嗰個人？要答呢個問題，你要翻去睇佢走過嚟嘅路。阿莎第一段婚姻係點結束嘅？佢喺感情入面挨過啲咩？一個喺香港娛樂圈由細做到大嘅女人，佢對一段關係值唔值得嘅判斷標準係點樣練出嚟嘅？呢啲先至係今次佢點解係咁決定嘅真正答案。要明白阿莎點解今次係咁嫁法，你要先知道佢之前係點樣愛過。2006年，阿莎23歲，Twins
如日中天。佢係香港最紅嘅女藝人之一，英皇上下都係寶貝住佢。楊受成睇住佢大，霍汶希貼身管理佢，阿嬌係佢最親嘅拍檔，幾乎朝晚都喺埋一齊。就係喺呢個時候，佢做咗一件事，係所有人都唔知嘅。佢同鄭中基偷偷飛去洛杉磯所註冊結婚，冇婚禮，冇宴客，冇影相，冇通知任何人。楊受成唔知，霍汶希唔知，阿耀佢最好嘅朋友朝晚見面嗰個都唔知。然後佢返香港繼續上班，繼續做訪問，繼續笑住答記者嘅感情問題。有人問佢幾時結婚，佢講35歲先諗。有人問佢同鄭中基係咩關係，佢講朋友。呢個佢殺咗4年，4年係幾耐？係 Twins 由2006年紅到2010年嘅整段時間，係佢喺鏡頭前笑過幾百次，答過幾百條感情問題，每次都冇露出任何破綻嘅4年。直到2010年，有傳媒挖出咗佢哋喺洛杉磯嘅結婚證書，唔係佢哋自己想公開，係俾人挖出嚟嘅。然後就係嗰場記者會，呢場記者會係香港娛樂史入面其中一個最奇異嘅場面，因為佢哋唔係去宣布結婚，係去宣布結婚，同時宣布離婚。鄭中基喺台上喊到崩潰，眼淚鼻涕一齊嚟，話對唔住阿 sa， 話自己係咁，喊得唔成人形。阿 sa 坐喺台下冷靜平靜，甚至係有啲抽離咁，遞咗張紙巾過去，就係呢張紙巾被鏡頭捕捉到，然後流傳咗幾十年。兩個人喺台上台下係兩個世界嘅反應，其實已經講晒一切。喊緊嗰個係覺得失去咗嘢，遞紙巾嗰個係早就放低咗。婚姻由2006年到2015年，4年，但係感情真正走到盡，可能係更早之前嘅事。台上嗰場對阿 sa 嚟講係一個終於可以公開收科嘅儀式，唔係一場心碎，但係呢段婚姻教識咗佢一樣嘢。分住全世界去愛一個人係幾攰，同時一段關係入面，如果兩個人對這段關係視入都冇共識，係幾荒教。離婚之後，外面嘅聲音係好難聽嘅。離過婚係一個標林，喺香港娛樂圈，尤其係對女藝人係會跟住你好耐嗰種標立。但係阿 sa 唔係縮埋等風頭過。佢去認愛陳偉霆，係嗰個陳偉霆，英皇師弟，細佢幾年，嗰時仲未係內地頂流，係一個幾靚仔，但係知名度同阿 sa 完全唔係同一個兩級嘅男仔。女尊男卑又係呢4個字再次貼上嚟。外面講嘅嘢唔好聽，話科佢點解要揾個細嘅，揾個唔夠班嘅，係咪？因為離過婚，所以揀嘢唔到呢啲嘢。阿 sa 係聽得到嘅，但係佢係高調認愛，唔係偷偷摸摸，唔係半遮半掩，係公開嘅，係俾人影到就係咁。可能係上一段婚姻分咗4年，今次唔想再分，可能係佢覺得中意一個人係唔需要向任何人解釋嘅。兩個人拍拖拍到2015年，最後因為陳偉霆喺內地越來越紅，兩個人聚少離多分開，唔係大吵大鬧，係慢慢磨到無聲無息。呢種分法係另一種攰。然後係2017年，阿 sa 遇到石聰 Anthony， 石聰100億麻將館太子爺，呢個 title 喺香港係幾重磅，你自己感受一下。石氏家族喺澳門博彩業嘅根基係幾代人累積落嚟嘅，佢係貨真價實嘅豪門公子，唔係靠把口講嗰種。佢哋拍拖，阿 sa
搬入咗佘家豪宅，唔係試下住，係真係融入咗佘家嘅生活，跟佘家人食飯，出席佘家嘅把曳，係認真經營緊一段想走入婚姻嘅關係。認真到幾個程度，阿薩為咗呢段感情凍卵，唔係一次，係2度凍卵。凍卵係咩意思？係話你喺做醫療準備，係話你對呢段關係係有認真規劃將嚟嘅。尤其係對一個女人嚟講，凍卵係有身體負擔、有時間成本、有情感重量嘅決定，唔係隨便講下玩下。阿薩係認真嘅6年，佢等咗6年，喺一段感情入面等6年，等嘅唔係對方轉性，係等一個名分，等一個我哋係認真嘅正式確認。但係2023年兩個人和平分手，公布嘅原因係對婚姻無法達成共識。呢句說話你細味一下，唔係感情唔好，唔係出現第三者，係對婚姻無法達成共識，即係話阿莎係想結嘅，但係另一方係唔想、唔願或者係唔急。6年2度凍卵，搬入人哋屋企住，融入人哋家族生活，然後換翻嚟係呢句說話。喺呢一刻，我估阿莎係真係想通咗一件事，等一個豪門太子爺肯施捨一個名分俾你，係唔值得嘅，唔係因為對方唔好，係因為一段關係入面，如果你係嗰個一直喺等嘅人，你係冇尊嚴嘅。6年之後明白呢樣嘢，唔算遲，但係都唔算早。攰係真係攰。由2006年偷偷喺樂山哀愁結婚，到2023年同石青和平分手，係17年。17年入面，佢試過粉住全世界去愛，試過頂住輿論去愛，試過放低身段等一個名分去愛。每一種愛法都係一種攰法。所以當2025年4月28號佢自己喺社交平台貼上宣布完婚，冇通知公司，冇等排期，冇向任何人解釋，你明唔明佢係有幾輕鬆？但係喺你以為你已經睇透阿莎之前，有一件事你係唔知嘅。39歲佢立咗圍廊，唔係生咗重病，唔係發生咗咩意外，係清清醒醒、健健康康嘅狀態下坐低，將所有嘢安排好。5個物業點分配，財產去邊，身後事點處理，包括喪禮用咩雙播、咩音樂，全部都決定好，白紙黑字寫落去香港娛樂圈。你見過幾個39歲嘅女藝人係咁做嘢嘅？外面睇阿 C 睇到嘅係個娃娃臉，係個永遠笑得甜甜地，似乎唔會老嘅鄰家女孩。呢個形象太深入民心，深入到好多人唔記得呢個女人其實係港圈入面數一數二嘅狠。人狠唔係好，唔係強硬，係對自己嘅人生有一種近乎殘酷嘅清醒。佢凍過2次卵，係狠。一個人將生育呢件事用醫療手段提前規劃好，係需要承受身體負擔同情感重量嘅決定。佢39歲立圍廊係狠。大部分人唔想諗身後事，因為諗落去唔舒服。但係佢坐低諗，諗完安排好，然後繼續過日子。仲有一件事好少人提，佢試過差啲俾醫生診斷係輕微中風。呢個消息出嚟嗰時，外面好多人嚇到，但係阿莎自己係冷靜嘅，唔係佢唔驚，係佢係嗰種驚完之後即刻問。所以而家點做嘅人唔係坐喺度崩潰嗰種。你將呢啲細節加埋一齊睇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：阿莎從來唔係靠任何人嘅安全感過活嘅，佢嘅安全感係自己砌出嚟嘅，係5個物業，係立好嘅圍廊，係凍好嘅卵，
係喺任何突發狀況出現之前已經想好後路嘅那種踏實，一個將自己嘅生老財死都已經安排好嘅女人。佢唔需要豪門，豪門能俾佢嘅嘢，佢自己已經有。所以你翻去問嗰個問題，點解係林俊賢？試過鄭中基，搖滾浪子，才華橫溢，但係一段要分住全世界嘅婚姻，攰。試過陳偉霆，靚仔師弟，但係兩個人喺唔同軌道上愈走愈遠，磨到冇聲冇息。試過石庭聰，百億太子爺，豪宅住過，食家飯食過，卵都動咗2次，最後換翻嚟係對婚姻無法達成共識。3段感情，3種攰法，攰完之後，阿莎而家43歲，佢揀咗一個年輕、健康、熱愛運動，能夠陪住佢，能夠帶俾佢情緒價值嘅男人。冇豪門背景，冇相當嘅身家，細佢10年，外面話下嫁，但係你知唔知下嫁呢個詞背後預設咗一個邏輯，就係女人嫁人係需要向上攀嘅，係需要揾一個條件比自己好嘅男人先算係嫁得好。但係阿莎係咪需要攀？佢有自己嘅物業，有自己嘅事業，有自己立好嘅圍籠，有自己規劃好嘅將來，佢唔需要靠任何人嚟定義自己嘅位置。所以佢揀嘅標準唔係呢個人有幾多錢，係呢個人喺我身邊嗰時，我係咪開心？呢個標準換咗任何一個財富、自由、生活無憂嘅人，其實都係最理性嘅答案，只係好多人唔夠膽承認，因為世俗話你唔應該係咁諗。20年前佢要分住英皇，分住霍敏希，分住阿鳩，分住全香港，偷偷飛去樂山，是時先至可以結一個婚。20年後佢喺社交平台貼張相，自己宣布冇問過任何人，冇等過任何人點頭，唔係同一個人，係同一個阿莎，但係完全唔同嘅2種活法。20年佢係由一個要將自己嘅幸福分住全世界嘅女仔，變成一個可以隨心所欲宣布自己幸福嘅女人。呢個20年大逃亡，佢係真係逃出嚟咗，唔係逃離某一個人，係逃離咗世俗替佢寫好嘅劇本。而家問你，如果你係阿莎，人到中年，有錢有樓有事業，唔需要靠任何人，你會點揀？你會繼續去追一段世俗眼中門當戶對、登對、條件相當嘅婚姻，去滿足外面嗰把聲，定係你會好似佢咁揾一個能陪住你，帶俾你簡單快樂，唔需要你計咁多嘢嘅人，然後自己喺社交平台貼張相，告訴全世界你結婚啦？愛講咩講？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係我想喺留言區睇下你哋點諗。如果你認同阿莎呢種活得通透嘅人生態度，就喺留言度留低活得通透4個字。我哋下期再見。